讲到人的一生都在乎神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要领受上帝话甲圣神的帮助进前，咱同心用祈祷来到咱主的面前。活命的主，阮来到你面施恩宝座前，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恭敬来求你的圣名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点伫阮的中间。活命的主，你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的永远伫地。人是甚么？你竟然疼惜看顾阮。阮伫你的面前恭敬自责的时，我要恳求上帝你，亲像老爸，将你的心意讲互阮听，互阮知阮人生的大事，互阮知人生的小事，互阮知你伫阮一生中间你的计划甲安排。所以，阮伫你的面前恭敬将阮生命的杯放伫你的面前。今仔日是圣礼典圣餐的时，阮接受主耶稣的杯，阮由愿将阮心中的空杯来往你摆列，愿主你填满阮，互阮一生着活无用气气，空空着活。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互阮有圣神所带来的真光，互阮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。阮同齐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昨个早经，咱的题目咧讲起人生观，用咱一般咧教册咧教人人生观哲学性的讲法，叫做存在主义。人的我其实是一种的人生观。自古以来，人无论有人教无人教，人有迄个我的本能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重新来看咱一生的日子。因为圣经讲，人是70，人生是70岁，永远通到80，其中所夸口的到底是甚么？所听的姊妹，咱莫听候到80岁，再来想讲，伫我一生中间我所做，我敢有心满意足？伊讲人一生所做、所夸口的到底是甚么？伫这个所在，这个夸口这个字，意思就是心来肯定，你知影。实实在在有价值的事，其中所夸口的意思就是讲，我肯定我一生的日子70岁、80岁，我无做白工，我无做白工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伊活命的智慧，亲像天顶的光，照伫咱的中间。耶稣的功课写伫圣经的福音书内底，伊讲我来是要为着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。亲爱的姊妹，你活得好吗？愿今仔这个礼拜对咱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亲像伫拄则祈祷，我有邀请遐的姊妹，等一日来要收圣餐的时阵，你若捧起这个圣餐的杯，你常时嘛用你的祈祷甲主讲，主我捧你的杯，但是我嘛将我的杯来往你摆列。像这如果你若感觉你即摆生活足辛苦，你甲主讲，主啊，我将这个苦杯交伫你的手中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感觉到这个阶段，你的人生所做，好亲像是无用气气，空空着活，无采工。咱伫主的面前讲，主啊，我一生着活无采工，但是我要将我的生命的杯，搁一摆摆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填满我。昨个早经，咱的主题已经1年，迄个题目叫做。若是耶稣伫咱中间来带查经班，伊会对咱讲啥？我毋知1年中间有兄弟姊妹，你敢捌参加这个查经班？你敢捌想过一个问题？如果耶稣来到我的人生，伊会甲我讲什么种的生命的智慧？莫讲耶稣甲咱责备，耶稣甲咱教示。咱信耶稣的人，咱最大的动机，敢毋是会当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讲？主啊，求你赏赐我一句话，会通改变我的人生观。恁来教会做礼拜，其实咱逐个人拢有咱家己的人生观，你同意吗？但是咱伫教会出去遮尔久，恁无拄拄用阮牧师改变恁的人生观。牧师算啥？
我从来都唔敢讲，我要用我的想法来改变恁的人生观。但是我知影，那每一摆我徛伫这个讲台，我有一个最要紧的工作，就是用上帝的话来改变咱的人生观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愿意互主的话来改变你的人生的想法？一个唔愿意互上帝的话来改变伊的人生观的人，就亲像人活伫这个世间，是用家己最中心，心中无上帝。若无上帝的人生，人会怎样呢？有人讲会较幸福，有人讲会较自由。那这你感觉怎样？如果咱的人生若无上帝，到底会有无啥物无共款？真侪少年囡仔检在讲，我都会当毋免有遐尼侪规矩，遐尼侪的束缚，我会当自由自在。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是，这是人生观，这嘛是人的选择。但是真有可能，咱的生命若无上帝，都亲像天暗啊！你电火若无拍倒，你规个客厅，你的厝内就黑暗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上帝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其实人生观毋免人教，人出世看伊的父母安怎生活，伊就会晓安尼生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听着耶稣甲咱讲的话。耶稣有讲真侪的话，真宝贝，但是有可能咱一世人听搁再听，咱感觉迄是一个形容词，还是一个故事，听过就煞。耶稣其中讲一句话，讲人活地无单单是靠拼。这句话简单来讲，人活的不只是，伊的意思是 more than that， 就是讲比这更较济人。人活的不是干那为着假称荣华富贵，人活的较超过这的。所以耶稣讲真侪道，包括伊讲，所罗门王极行我的事。所罗门王做国王，上车赢的是荣华富贵的事。耶稣讲，伊所穿的衫，无达得山顶的百合花一蕊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讲，人会当极车赢荣华富贵，人所得的才称荣。其实伫上帝的目睭中看，迄无算做什么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听到圣神要帮助咱，对咱的一生祝福的话。你的一生不是干那今仔日安尼拿定，今仔日咱活伫心中的情景。保罗讲，现在活的不是我，现当活的无搁再是我，那是什么？那是耶稣踮伫我内面的话。现在活着的我，到底怎么样？兄弟姊妹，咱无愿意严肃来想这个问题，但这个问题对咱来讲真重要。今仔出世完全无受过教育，但是伊来到这个世间，第一个，伊感觉环境无共款，伊就出声哭。人的存在是本性，人的生活甲动物共款。咱对生活有所求有所得，免人教，咱拢知。但是主讲，我就是真理、活命甲道路。意思就是讲，你爱想，你要去对，好去好讲。愿主今仔日伫礼拜中间开始对咱讲话，耶稣的课堂永远没有结束。这个查经班检查牧师甲咱讲，我要讲50讲。今仔已经讲到第46讲，伫要结束，但是耶稣甲你的关系永远无结束。兄弟姊妹，耶稣甲咱的关系永远无结束，咱的人生的功课嘛永远无结束。就算做咱盖棺论定，人伫这个世间的日子结束，咱的生命永远无结束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咱安静。
咱用祈祷的心，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虽然我未赴参加德伦教会拜六的耶稣的课堂这个查经班，但主耶稣对今仔日开始，每一摆我若祈祷的时，求你对我讲话。所以，的姊妹，愿主耶稣所讲的话，互恁得到智慧；愿主耶稣所讲的话，互恁得到看见。看见伫世间中间，什么是你一生中间上宝贝？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教会这青少年、青年，因为伊是家庭的宝贝，嘛是上帝的宝贝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恁的一生，人生只是刚刚开始。愿天父上帝，互恁伫将来的人生中间，因为今仔日这个时刻得到帮助。伫昨昏的查经班的开始。我有甲兄弟姊妹讲一项：如果你的囡仔若要细汉，会记得常常甲伊讲伟大的故事。囡仔出世的时阵，西方的家庭有一个生活习惯，就是囡仔若要困之前，妈妈拢会读一本绘本，讲一个短短的故事，互囡仔带迄个故事进入他的睡梦当中。兄弟姊妹，囡仔还未开始去读册之前，你若甲伊讲，这个世间中间真伟大的人，囡仔虽然似懂非懂，好像就知影，好像唔知影。但兄弟姊妹，你敢知影？其实迄是一个足大的祝福，因为这个囡仔还未受到这个世间影响的时，这个囡仔已经受到你的影响。因为你甲伊讲真伟大的人，伊虽然唔知影什么叫做伟大。什么叫做价值？什么叫做生活的意义？什么叫做生活的目标？但是当咱用心甲这个囡仔讲这个生命的故事，伊听到爸爸妈妈讲，捌有一个牧师，伊为着纵远的所在，迄个人无耶稣，所以伊放了一切，伊到迄个艰苦的所在，伫遐传福音，后来嘛死伫迄个所在，这个囡仔。开始感觉讲，我的将来甲这个人有什么种关系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人类的历史其实常常拢是伟大的人来影响也未看见的人的将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毋是干那靠伟人，因为天父上帝对头开始到今仔日。伊不但咧甲咱讲人生的功课，你讲有吗？有。诗篇大笔，伊今仔所写的90篇，整个诗篇是一个真伟大的人，伊生命的觉醒，咱叫做生命的觉醒啦。我是什么人？我为什么活伫这个世间？诗篇第8篇大笔，伊细汉的时候因兜。是咧过羊咧饲羊的，所以爱对伊爸爸会交代讲：你甲这阵羊啊，看去山顶，伫山坪的顶悬，互伊伫遐啉水食草，因为路途真远，所以这个囡仔出去的时候爱看，毋是睡袋，一条毯啊，伊就出去，暗时嘛困伫外地迄个旷野的所在，所以一张真水的诗篇第8篇。伊伫暗时无爸爸伫伊身边的时，伊倒伫草埔顶悬山坪，伊看到天顶的星，伊写出一句话讲：我看到上帝镜头啊所摆列，伊甲一粒一粒的星放伫天顶的所在。我看到你的镜头所摆列的日月甲星星。我忽然就问我讲：我是什么人？我的阿祖的上帝嘛照顾我是什么人？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觉醒。人的觉醒，敏感的人唔免人讲，伊看到伟大的风景、水的风景，伊心内就有真多的智慧产生。但是人嘛会当通过人甲人的交谈，通过祈祷，通过做礼拜，通过听讲道，将上帝的话亲入脚前的顶路就会光。叫醒咧困的人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耶稣要继续讲牧师讲无清楚的道理。
耶稣要对你讲，你个人所需要听智慧的话。原来就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来斟酌大卫伊怎样讲。伊虽然讲我看天顶的日月星星，我感觉我家己是一个真渺小，是一个真唔正样的人。我忽然感觉，为什么这么无路用的人，你也疼惜伊？后来到大卫年老的时，伊写了这个90篇。伊讲，人的一生是70岁，永总通到80岁。其中所夸口的是什么？夸口这个字，就是确信这个意思。你敢确信？你活的人生到今仔这个岁，已经知影何去何从？兄弟姊妹，你敢真确信？你今仔日所选择的路，你所做的工，甲你将来上帝要带你去的所在，你敢已经确实知影何去何从？所以人一生所夸口的意思，不是骄傲，伊是讲我找到，我明白，我听到，达得我心内感觉有价值的。这个话的意思是安尼：我找到有价值的事。我欢喜为伊来活，我找到有价值的事，所以我欢喜，甚至用我的生命来教伊交换。所以真出名的齐克果，互人叫做存在主义之父，就是第20世纪将这个人活的为什么？伊讲了足水，伊讲人一生中间上重要的功课，就是找到。我能够为之生，为之死。人一生中间上重要的功课，就是知影什么是我特地为着伊来活。所以人讲，一个若清清楚楚知你生活活命的意义的人，什么种的艰苦伊拢活会过。你同意吗？一个人若找到伊的人生真确实、真宝贝的目标、目的甲意义。什么种的艰难，伊拢愿意忍受，因为伊知影，到底我终局的是我一生生之中，对我一生最后的事。也这，但用偌济时间来追求咱目前的生活，这生活敢是真正咱一生最后的终局嘛？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注定心。大咱的镜架头，甲咱讲，我所听的囝儿，看头前，你即摆头壳累累咧看，你的骹下无够，看头前，我要带你看到，我甲你无比的好的无比的生命。腓立比书第1章23节，1、2、3，腓立比书1、2、3。保罗讲，耶稣基督所给我的生命好得无比，就算做我今仔日马上死，我嘛无遗憾，因为耶稣所给我的是一个好得无比的生命。亲爱的姊妹，我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每一个人对心内拢有一种渴望，主啊，求你带我去得到迄个好的无比的生命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主的面前知影，存在主义伊讲到3项人生中间最重要的代志。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？我的生命的目标甲目的是什么？一个无方向感、无目标的人，会真困难达成一个目标。所以少年人上重要的功课，就是为着伊人生祈祷了后，找到伊一生中间一条路。伊找到目标了后，一生无换跑道，就是直一生所行的路。所以人的人生观上重要第一个，就是知影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，我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。第二，你要为着你的人生做一个选择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赔上了生命，有什么意义呢？
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是一个交换。对少年出世，用健康、用年日来交换正清用。到了人生的尽头的时，用尽所有的钱来立健康保险。兄弟姊妹，这敢无足荒谬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保险伫上帝手中，恁同意吗？咱的将来伫上帝手中，恁同意吗？这就是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的上要紧，将咱的生命真敬虔交予主耶稣讲，主啊，我的一生在伫你的手中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带你的囡仔，将一生来交予主。真捌圣经所讲的价值，因为因侪人活伫这个世间所求的荣华富贵，主耶稣讲，迄是外邦人所求的。所罗门王极行我的事，就是讲极其荣华富贵、极其请仰的事，伊穿的衫嘛无达得亲像野地百合花的一蕊。这句话要安怎解说？每一个生命拢是奇妙。连一蕊花、一只麻雀，因的生命拢是奇妙，不是钱买来，是天地上帝所创造的画面。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，圣神引导咱。对今仔日的礼拜开始，每一个兄弟姊妹有着你的人生想这项、三项，深深想这三项。我的生命的目的，我的生命的意义，我活在这个世间，我最高的价值到底是什么？愿天父上帝使用你，互你到一生的路尾70岁、80岁的时，你要甲代表的死会员讲，其中所夸口的不是劳苦忧愁，其中所夸口的不是劳苦忧愁，其中所夸口的就是摇花祝福满满。阿们嘛。所以你填满我生命的杯，你用由我的头壳，互我的杯满出来，稳定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。代表的诗不是90篇做结束，因为伫90篇这个土气，人的一生是70、80，但是最后讲，主啊，求你赏赐我智慧的心，互我会当参透看明我的生命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的手望着恁的心，画伫恁的头壳，互咱每一个人拢真侪有智慧的人，伫咱的一生中间做正确的选择。第一个，我要甲咱做思考：你的一生是怎么一回事？不明不白，不清不楚。人来到这个世间，唔知怎样来，人嘛唔知要怎样去，所以人活伫一天过一天，算一天，是吗？人的一生若是安尼，太可笑。兄弟姊妹，神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无比的人生，是好的无比。这不是形容词。所以圣经中间伊讲，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这嘛不是形容词，这就是价钱甲价值无同款的所在。人的人生不是用钱来计算，人的人生是用伊的意义甲伊的价值来计算。今日圣经讲，人的一生无用刺刺，亲像一个影无彩工。咱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不爱这种的人生，因为你是一个奇妙的上帝，你互我来到这个世间，绝对不是干那要互我无用刺刺。阿们嘛，我不是甘乐，主啊，我的一生不是干那劳苦着我，我的一生必然有一项是上帝你要互我甲你同荣光荣耀的事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听今仔日的圣经。今仔圣经咧讲什么咧？今仔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我一生的年日，我一生的年日，亲像一个手掌，如来佛的5掌。不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，人的一生拢伫遮。伊讲我的一生，
我要邀请兄弟姊妹用这句话做思考：你活得快乐吗？对你出世到今摆，有什么在你人生中间，在你的生命中间，你感觉有价值？圣经讲，在上帝的面前，人的生命拢亲像看袂到。伊讲亲像无，英语叫做 nothing， 就是啥物拢毋是啦。上帝看1000年，亲像过去的一日。意思是讲，人的生命极求有限。伊讲人甚至徛在的是，意思就是讲，伊真有把握的是徛在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讲，伊真自以为是，伊徛在的时阵。嘛，还阁是空。伫上帝的面前，无什么通夸口。世间人所做一切，亲像一个影，无用刺刺，真正无采工。每一摆礼拜拢是噩梦的开始。咱互相提醒讲：主啊，你所予我的生命，毋是无采工，毋是空着我。因为保罗讲，上帝所为我备办的。是眼睛未曾见，耳朵未曾听，连心里面想都想不透。我目睭袂捌看见，耳孔袂捌听见，是我的智慧连想象嘛想象袂到。然后上帝圣神伫我的内面，我就知影，上帝伫我的一生中间有伊的计划。保罗所讲就是讲，一个人的心内若有上帝的圣神，存在主义咧讲的人的觉醒，就是对这开始。无论这个存在主义有真侪人是无神论，但是上帝讲，我创造亚当的时，我将我的活气分伫伊的内底，伊就叫做有灵的人，有灵的活人。咱的内面有圣神，所以咱有良心的觉醒。人对内面有一种的自觉，虽然过去可能无经验过，但是你忽然有一种的感动啊，可能是安尼，迄叫做人的觉醒啊。然后上帝的人，伊就有这种觉醒的智慧。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因为世间人拢唔知影家己的将来，所以代表伫这个所在讲，人唔知，主啊，我唔知，我的将来会怎样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正噩梦在伫上帝。人的一生到底是什么？咱伫教会内底出入、灵修、读圣经、听讲道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得到正确的人生观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我绝对唔敢甲恁骄傲讲，我讲道所有的拢是正确的人生观。但是，我对伫这间教会头一日，我的想法，我唔敢保证我是一个正确智慧的牧师。但是我一定照我心中的良心，实实在在、诚实解说圣经给恁听。主怜悯咱拢是平凡的人。我是草地牧师，恁是草地人，拢平平，咱拢平凡的人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，草地人无啥物通见效，草地牧师嘛无啥物通见效。兄弟姊妹，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都市牧师甲草地牧师敬拜，拢是同一个上帝，对无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听到大笔的祈祷，然后伊像诗会，伫伊诗会中，伊祈祷了后，阿门的时阵，咱大家拢同齐讲阿门。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咧听候什么咧？主啊，我的愿望在伫你，阿门嘛。这就是其他的兄弟姊妹，咱要离开教会之前，咱来带着这个祝福进入你的人生。咱若知影咱的愿望伫上帝手中，咱都无操烦，咱都无看虑，因为咱知耶和华是咱的牧者，伊要保守照顾咱。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第一个伫主的面前，咱安尼祈祷讲，为着这个，伫做礼拜中间，咱追求一生做一个基督徒，为着什么？
为着伫上帝的话内底得到愿望，恁都一定先看提摩太前书第4章。保罗伫这个所在讲，阮着无出力，意思是讲我一生的努力，为着什么种的代志？才有一个真特别的代志，讲为着这件事情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有一项事需要清清楚楚。保罗伫这个所在所讲的，就是要怎样互上帝话加做我的愿望，就是今仔这段话的意思。这项事就是上帝所讲的话，耶稣所讲的话。我一生注意，清楚了解，讲互清楚，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人的愿望是在于真我的上帝，伊是这个宇宙的上帝，嘛是基督徒的上帝。简单来讲，最后这两句话讲，伊是众人的救主，嘛是咱这阵基督徒，搁较是安尼。主帮助咱今仔日的礼拜，主先将这个稳定的杯停予咱。伫每一摆修圣餐的时，咱拢甲主讲：主，我感谢你，互我担着主你稳定的滋味。每一摆伫圣餐的时阵，拢清楚知影上帝你的领受。伫今仔日，我要甲咱分享三个问题思考。第一，为着你的人生来思考这句话：我的一生是怎么一回事？啊，这。如果今仔日若互你家己写你的一生的回忆录，你伫你的回忆咧记忆的中间，你会安怎写你的一生？我的一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伊的圣心，伫你的生命顶，伊的镜头写伊的心意，写伊的计划，写伊的祝福，愿咱生命这回事。伫上帝手中，上帝用伊的权能，将伊的计划写伫你头前所要行的道路中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我一生，我的一生。兄弟姊妹，有一日，愿你会当真心满意足，甲你的囡仔讲：阿爸真欢喜，我感觉我一生是一个满足。阿母真欢喜。上帝互我一生有满足的喜乐，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到咱的一生的路尾，咱拢会通行到上帝的面前，甲上帝讲：主啊，你互我伫世间的一生，实在极其精彩无比。主，我虽然未看见，但是你怎样疼惜我到安尼？求就互咱兄弟姊妹，愿咱将咱的一生。交予上帝，人的一生的日子，人的岁数，人手所做的工，无应该是空空。无上帝的人就空空，有上帝的人就要无同款。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通过今仔这个礼拜，咱安静思考讲：主啊，我一生中间所肯定的。我一生中间所认捌的，最有价值、最重要的事，所夸口的，所夸口牧师拄则有甲咱解说，这个夸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伊的意思伫原文，夸口这个字叫做 rahab， 伊的字根叫做 rahab， 伊真正意思就是讲，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会当确信的。我读了圣经，我伫祈祷中间，我对心内有一种的确定，讲主绝对无辜负我的一生。我的上帝是信实的，伊所讲的话一定照安尼成就，所确信。第二个意思就是值得骄傲的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恁的一生，恁伫人的面前会通有讲起恁的一生的事，喙角全部讲到。因为你感觉你的一生精彩，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莫头壳咧咧。咱甲主讲，主过去因为我离开你上远，所以人生检测是有是无，好亲就有，又好亲就无。但主我定心都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对今仔日开始，互我的生命是一种的肯定，是一种的有意义、有价值。主求你祝福我的生命，
直到有一日，我去见你的面的时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我是为着安尼来活，咱着活出来是为着安尼，因为咱的愿望在伫真活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存在主义，伊最重要其实就是咧讲，找到家己的人生观啦。重新通过圣经，通过智慧，通过思考，人为着家己的人生做一个选择甲决定，这就是存在主义咧找的目的。人为着家己的人生找到一项伊家己的决定，我是心中的人，我就做心中的代志。咱是心中的人，比咱做啥物代志更较重要，兄弟姊妹。所以自古以来，真侪有智慧的人，拢甲咱讲，咱是心中的人，比咱手所做的工更较重要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互咱活出上帝带咱来到这个世间的时，伊已经甲咱定着，就亲像你的爸爸甲你抱来到这个礼拜堂。甲你讲，我的囝乖乖，踮遮做礼拜坐咧，唔通吵哦。整个礼拜，上帝伫咱的一生做了伊奇妙的事。虽然咱拢无做，但是伫咱的一生中间，咱看到这个上帝，伫咱的人生中间做真多，互咱感觉赞叹、讶异的代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。咱为着咱的生命努力来活。存在主义最重要的目的是教人活出自己。当然，伊有伊的限制，这是我第二点要甲咱讲的。当一个人意识到家己的存在时，伊的选择若无正确，伊只有选择家己。所以第二个我要甲咱做伙分享的，就是人当讲到家己的时阵，是。存在主义的人，生命中若有家己，若无上帝，到底会怎样？或者我毋是要恐吓咱，你的心内若无上帝会怎样？拄像我已经甲咱讲，有真侪人咧准讲，若无上帝，咱就没有规矩，咱就会当自由自在，咱就会当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就会当更较幸福。兄弟姊妹是安尼吗？一个人心内若无真理，就亲像一支蜡条无中迄支蜡条的心，伊点袂到。所听的姊妹，一个人的存在若有家己，无上帝，伊真容易叫做自以为是的人，伊真容易叫做自私的人，因为伊的世界是用伊家己做中心。全世界有一个国家，伊的名号了作战，叫做中国。全世界拢用伊做中心啊！这种的国族主义，这种的过去的思想，毋是一定对。一个人来用家己做中心，伊敢真正就会当逐项拢好嘛？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礼拜第2个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。互耶稣对你讲话，一个人若只有家己，其实足可怜，真孤单。因为你活伫你家己的世界内底，然后上帝的时，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所以听的姊妹，咱伫今仔日上帝话中间，咱听耶稣讲，昨咱伫早经的中间读到约翰福音内底，约翰记载着耶稣所讲。我是世间的光，我是活命的光，我是世间的门，我是羊的牧者，我是真理活命的道路。底下讲到7项，耶稣讲我就是真的葡萄树，恁就是葡萄枝。耶稣对追求人存在的智慧的人，耶稣讲我知道我是谁，孩子，你知道你是谁吗？兄弟姊妹，不是我在问恁讲，孩子，是耶稣在问你讲，你清楚知道你是谁了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每一摆就近耶稣的话，咱每一摆拍开圣经咧听耶稣所讲的话，
其实就亲像咧烦躁咱家己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我 ，ego eimi autos。”这是国外主耶稣对外面无行大门对壁转过来。伊的门徒看到耶稣的时，亲像看到鬼，着惊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毋免惊，愿恁平安，是我。”兄弟姊妹，咱的主知影活命是什么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讲：“我就是世间的光，我就是活命。无通过我的人，未通到天父上帝迄个所在。所以我是这个生命的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敢知影咱是什么人？原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知影上帝所讲的话。上帝和保罗晓悟一个真要紧的人的态度，所以保罗甲伊学生讲：凡事拢通，无拢有利益；凡事拢通，无拢造就人。这两个字，咱一读就了解。无一定有，咱所做的工作无一定有利益，真正迄个字翻译做利益，但是佮另外一个意思，伊的原文叫做 “phero” 这个字的字根。phero 的意思就是讲，将伊摕到顶了，就亲像你咧拼图吼。咱的人生就亲像一岁一张图，两张，咱若80岁就有80张的拼图，规个拼图斗起来到底是什么？无人知。这个字讲有利益的，迄个利益的意思，就是 bring together， 将这个拼图给斗做伙顺。你所做的每一项代志，你看起来好亲像无利益、无价值，但是当上帝将这个代志给放做伙顺，你就忽然晓悟讲。主啊，原来你的旨意是安尼。你伫我一生中间，每一个阶段拢有你特别的带领。兄弟姊妹，将你这个乱糟糟的人生，将这个你斗不来的拼图，你该摕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上帝用伊手甲你斗做伙。保罗所讲的这个有利益的这个字，遮尔水啦。佮另外伊讲，凡事拢通，无拢造就人。这个造就人，这个字叫做 oikodomeno 这个字。oikodomeno 这个字就是两个字，一个就是房子、屋顶。造就人的意思就是安尼。一间厝若无厝顶，有亲像厝无？一间厝一定要有厝顶，才会当夜风避雨。所以人的生命所做的。有当时要做一半，就是有厝、有壁、有门，但是无厝顶，无拢造就人。所以你姊妹，愿上帝为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有圣经的光，上帝的真道，互咱伫伊的帮助的中间，咱无失去信心。心中无上帝的人，伊最大的损失就是失去信望爱。因为保罗讲，现今所存有信、有仰望、有真爱，无上帝的人，伊就失去了上帝。最后要结束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但是你伫圣餐的中间，你会当做你个人的祈祷。主啊，我将我的一生交伫你的手中，我的一生是在伫上帝。也即试看卖，将你的一生交予上帝。伫圣餐的时阵，你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全然将我的一生、我的事业、我的婚姻、我的感情、我的计划、我的愿望，一切的一切，主你今仔日的礼拜，我摆上我的生命。兄弟姊妹，试看卖，当主将你的生命摕去的时，主会甲你看手。因为伫咱的生命中间来实行伊的计划甲伊的祝福。反正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我的仰望在伫你的手中。像这你愿意安尼试看卖嘛？反正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我的仰望拢是在伫永远的上帝，对永远甲永远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将咱的生命
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不是干那通过听讲道，通过你的回应，你在你领圣餐的时阵，你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，请你来主持这个圣餐，不是牧师来主持这个圣餐，主耶稣，请你来，填满我生命的杯，填满我生命的杯。伫耶稣的手中找到你家己，所以保罗讲：当我的我，不过再是过去的我。当现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也这你若感觉你的家庭乱糟糟，你若感觉伫你的人生中间有你做不来的事，是你的机会。越是我们做不来的事情，越要懂得祷告，好吗？你既然也做不来啊，别计较。愈是咱做不来的事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承认主，这是我做不来的事，求你帮助我。我将我的囡仔，将我的婚姻，将我的事业，将我的将来，将我的所有的心思意念，都在今仔日的礼拜。主耶稣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赏赐给我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之前的主耶稣伫你的圣殿，阮找到你。活命的主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阮伫你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阮同心的兄弟姊妹，阮同心合意，伫你的圣殿来讲，主啊，阮的一切渴望是在伫你。主啊，求你对阮讲话。填满阮生命的杯，互阮得到帮助。阮同心祈祷，我给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